另外来看，这高雄天高咧疫情咧，昨又搁增加2例啊，这是住伫咧三明区的一对兄弟啊。卫生局表示讲，因为这2个人咧最近其实拢无去到高山，即马为着要来找找感染的来源，因已经有送检体去做基因的比对，初二早起也会针对万中里的环境来做消毒。今天有贴单，要检查喷药，有人在吗？ 卫生局人员叩门大声喊，看有人伫厝无，要安排环保人员入去消毒。因为高雄除了高山发现10例天狗热病例，初一阁公布三明区出现2例天狗热病例。这2人是一对40外岁兄弟啊，二爸发烧，人无爽快去病机，医生主动采检验出来的。卫生局伫病患徛家附近掠到9只蚊仔，研判已经断开的风险真悬。初二早起，就需安排人员来消毒。事先做那个防护啊，把迄用药看的啊。 可能喷的时候，你要事后要整理比较轻松啊。应该这是重点区域了，所以大概就是那登革热流行前，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喷药。哎呀，这旧社区没有办法。 虽然拢是旧部落，不过三明区的人较济嘛，住较密，所以疫情防治阁较困难。卫生局强调，除了厝前的环境整洁以外，亲像楼尾顶、甲年前等等的所在，拢袂当积水，呼吁民众爱配合整理摒扫，因会加强稽查。只要发现积水生水区，就会开单处罚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安排三明区的紧急防治工作，包含家户的资源清除以及喷药工作。那预计在这个礼拜之内要完成2000户的这个紧急防治。 因为高山甲三明出现的头一例，拢是由第一线医疗单位主动发现通报的。卫生局也提醒，住伫这2区的居民，也是这2礼拜捌去过相关警戒区域的民众，若是有出现发烧、头痛、关节痛等等技术天高热的症头，都要赶紧去病机，同时主动甲医生讲1站的行踪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采访报道。